云南不愧是抖音的首都，每个赛季都强得可怕。韩国举全国之力才凑出 BigBang， 在云南只需要一个老妈就凑到了。最近云南本地的男团崩山可拉卡强势出圈，完美复刻 BigBang 的3首出圈神曲，老艺术家一镜到底。此刻 BigBang 直接在韩国失去意识6分钟，怪不得云南变冷了，原来是韩流来了。有人说原版都没看完，云南版的看完了。更牛的是，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谁，不仅表情管理到位，嘴型跟歌词也是完美融合。而这样的运镜只靠一部手机就做到了，纯手搓，不用剪辑，直接出片。直播甚至全开麦，团舞都是认真排练，每场直播都精心准备，同款烟雾效果，人家只是烧玉米杆就做到了。用牛车代替豪车 ，MV 质感的拍摄，主打一个现场感。你单可能凑不齐了，但崩山可拉卡永远不可能解散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妈生出来的亲兄弟。这些摄影师都是自家堂哥，老大半只龙，老二 POT， 老三太阳，老四小生，老五阵地，全部都是凭实力出道。每次当我觉得互联网饱和的时候，云南都会随机刷新出新英雄。如今男团人气一路飙升，不仅有粉丝 P 好了专属的出道海报，直播间更是10万加。但是哥几个说下播就下播了，原因居然是妈妈喊他们去田里干活了，这你有招吗？关键是这个程度在云南榜居然才第7名，因为第1名在徒手套马蜂窝，第2名在单挑野猪。这下我是真信了，云南人玩抖音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